过有人讲，你这个人做人咸笃笃。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呢？是咧讲一个人介当生，还是咧讲规工拢足闲的意思咧？咸笃笃，也是规工拢足闲的。他是第一个，我嘛感觉是当生啊，当生。你敢捌听人讲过？你甲看，我若是讲第一个，讲伊若是足当生，吼，你这个人足生的呢。我会用生这个字啊，因为当斗。袂讲咸。嘿啊，台语就是生斗具。哎，有可能嘛有哦。可能对唔对？这是我想的是安尼啦。第二个，啊，你感觉是第二个足闲的。最用的车牙手，我感觉是这样。三比，啊，你就是3比1。所以恁的答案是第一个当生。当生。好，敢安呢？再回。啊，对啊啦！第二个无啊，真正第一条你生气，第一条你说第一个尔吼。对，咸笃笃这个词会当讲吼，这个物件真正足咸的，袂当去讲一个人，伊真正足当生的。当生。好啦，恭喜啦！